今日係2026年4月10日星期五，歡迎大家收睇潘記電視廣播奇聞速遞啊！今日啱啱新開呢個題目咧，就果然咧就即刻咧有兩單奇聞走出嚟啦。咁啊，第二單咧就係有個笨賊咧就打劫東亞銀行啊，仲要揸單車逃走，最後咧喺柴灣被捕。話說咧，就呢個賊咧，就喺中午12時啊，一個人就進入呢個東亞銀行，劫走36000蚊嘅現金。咁啊，呢個賊人咧高5尺10寸，戴黑色 cap 帽，穿黑色衫，戴口罩嘅，手持錘仔，就帶埋疑似槍械闖入，咁啊指嚇職員啦，並取走現金嘅。係啦，嗱呢個過程就係而家發生緊啦。咁啊不斷指嚇個女職員真係好驚，就匿咗入去台底裏邊啦，就諗住咧已經係攞錢噶啦。嗱，男職員咧就首先咧就走咗出嚟，之後咧就攞住個現金攞俾佢啦，然後啫就諗住打發佢走嘅。咁啊有唔少網民就喺度講啦，喂！銀行唔係有防彈玻璃咧，你使乜驚佢啊？嗱，跟住咧，亦都有網民留言咧，就話咧，呢啲咧其實唔係防彈玻璃嚟嘅，只不過咧係一啲亞膠力膠片，應付疫情需要嗰陣時咧就整上去嘅。所以咧，由於你唔知對方嗰把槍咧堅定流啊，所以咧佢就俾咗錢就算啦。喺呢段片入邊咧，最好笑咧，其實係個位嘅，就係咧，大家會睇到個女職員啦，咁啊，就叫個男職員咧就俾錢呢個嘅賊人啦，但係咧，大家睇到個女職員咧，後來咧就喺度咧揾隻手咧撥個男職員啊，快啲去，快啲去咁嘅意思喎，好似快啲去搞掂佢喎。啲網民就喺度笑啊，即係叫人衝就自己縮。呢下嘢都好笑嘅，不過嗰個男職員咧就俾人盛讚佢啦，即係夠勇敢啦、護花啦，我都覺得呢個男仔咧值得一讚嘅喺呢個表現上邊，係啦。咁啊片段係去到呢度為止嘅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原來呢間東亞銀行咧就位於警察局咧，大概300米以外嘅啫。咁啊，警察咧其實都好快啦，接報咧就即刻追查啦。咁咧原來咧話咧呢個賊人咧就喺灣仔踩單車去到金鐘喎。咁啊喺地鐵站外邊900米咧就棄走單車逃走啦。警員咧後來喺海富中心發現有關嘅單車咧，經過一輪追捕之後咧，終於咧喺柴灣嘅環翠商場咧截獲該疑犯啊！咁啊，疑犯當時咧已經喺商場咧換咗白色短袖衫，企圖咧金蟬脫殼咧逃過警方嘅追捕。其實咧呢個逃犯咧唔係冇諗過嘢㗎，佢諗住喺廁所換咗件衫就得㗎啦，佢以為。但係咧其實佢真係好低能咯，喺呢個年代啊，仲邊有人打劫銀行㗎？或者打劫借款車㗎，根本冇得走㗎喎。嗱，真係笑死啦！啱啱咧，我哋正當喺度諗緊，點會有人咁蠢啊？呢個時間仲會咁落後去打劫銀行嗱？啱啱咧最新咧新聞報導啊，話咧原來咧劫匪係持51歲行街子嘅華裔男喎。喂，行街子華裔男唔會馬來西亞啩？唔會美國啩？整得行街子，梗係鄰近地區嘅人啦。所以話即係咧講得啱㗎，即係喺度大家喺度懷疑點解仲有人咁落後會打劫咧？銀行咧你就知道究竟啲咩人啊？原來啲鄉下人嚟嘅。呀，大家都知啊，嗰個留言啦，大家都咁樣講啦，都唔使睇啦，係嘛？嗱，琴日咧呢一單嘢咧就係咁樣嘅。一名年約40歲嘅男子進入加連威老道嘅41號嘅地鋪啊，聲稱咧要買呢個比加超嘅遊戲卡啦。
並指示咧要購買飾櫃內2張分別黑色同埋綠色嘅遊戲卡。咁職員不如有詐，跟住就攞咗2張嘅遊戲卡俾佢選購。點知咧個男子咧一手咧就立起咗2張遊戲卡，就奪門而走啊！職員咧就立即尾隨咁樣追啦，最終咧就賊人不知所蹤。職員無奈報警，最後咧就以呢個嘅盜竊案咧就作為跟進。據了解咧，2張嘅遊戲卡咧分別值13萬同埋12萬嘅喎。嗱，俾大家睇下，就係呢2張啦。哇！打劫呢2張卡已經有20幾萬咯，你打劫銀行得3萬6，仲要俾人拉咗啊！咁原來咧呢一張卡咧，係喺2016年7月6號咧喺日本推出嘅，係限定時間內發售嘅特別版卡嚟嘅。咁所以咁值錢。嗱，大家我唔知各位觀眾有冇玩開呢啲卡，究竟知唔知道點解呢啲卡咁值錢咧？原來咧唔係淨止香港咁嘅，原來係全球都會追捧呢啲遊戲卡嘅，幾犀利啊！你諗下嗱，所以咧我喺標題講話咧，做賊人咧都要做得與時並進，係咪？佢知道咧原來呢啲遊戲卡係好值錢嘅，但係呢啲店鋪嘅保安咧明顯係冇銀行咁嚴密啦，冇銀行咁多 CCTV 追住啦，佢唔使攞你現金㗎，攞你現金有風險啊！但係你攞你呢2張卡咧，然後喺網上兜售咧，佢就可以甩手啊！最新消息咧，原來咧今日下午咧喺大埔已經拘捕咗呢名35歲男子啦。涉嫌以盜竊罪拘捕佢嘅。其實咧，而家犯案嘅成本都高咗好多啊，因為到處都係天眼啦，根本咧係好難走噶啦。嗱，呢件事咧，我就諗起最近一單新聞就係銳眼計劃啦 ，CCTV 而家要申請40億嘅天眼安裝天眼。嗱，究竟安咗天眼之後，對個治安會唔會有個正面嘅作用咧？會唔會對破案率會提升咗咧？睇完呢個節目之後咧，可以歡迎大家留言啊。對於安裝天眼好唔好咧？咁樣係啦。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啦，俾 like 啦，同埋分享嘅。下次見，拜拜。